呢個酸湯牛腩飯超好味，食晒呢間好好味啊！我通常呢會食得好乾淨，一粒米都唔剩，呢啲叫節省福報。喺海上世界明華號呢度放狗同埋放貓嗱，我今天住條繩，第2次帶佢出嚟，佢驚驚地，同埋放蛙，同埋放狗，嚕嚕嚕嚕嗱，我就會隨身帶呢個啊，俾狗仔噴啦，俾自己噴啦，女噴啦 ，refresh 下，呢個好健康、好自然、好天然嘅，驅蚊驅蟲啊，就算你噴寵物身上都 OK 嘅。呢度好超啊！歡迎大家可以嚟海上世界坐坐，同埋我哋嘅鋪頭就喺附近啦。5月3號就可以開始接待大家。我哋由2021年7月開始推出咗第一個產品。我做呢一個品牌嘅發心係希望自己同屋企人同朋友有更加好嘅品質、更加高性價比嘅產品。到今年終於第5年啦，我亦都迎嚟一個小小嘅挑戰，就係我哋終於有第一間線下嘅體驗門店啦，就喺海上世界隔離。大家可以密切留意，下次嚟呢度玩嘅時候，記得行過嚟睇下啦。